親愛嘅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哋要一齊探討如何平衡公義與憐憫。呢兩個原則看似對立，卻係基督徒生活中不可或缺嘅核心價值。聖經多次提醒我哋，公義同憐憫並非互相排斥，而係相輔相成，共同反映上帝嘅性情。讓我哋從三個方面嚟思考呢個主題。聖經中對於公義與憐憫嘅教導，現實生活中嘅挑戰，以及如何喺生活中實踐呢兩者嘅平衡。聖經清楚咁話俾我哋知，上帝既係公義嘅審判者，亦都係充滿憐憫嘅救贖主。佢嘅作為展示咗如何將呢兩者完美咁結合埋一齊。彌迦書6章8節話：世人吧，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佢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同你嘅神同行。呢一段經文將公義同憐憫並列，強調佢哋都係上帝對我哋嘅呼召。公義確保社會秩序同公平，而憐憫則帶嚟恩典與復和。呢兩者缺一不可。詩篇85章10節進一步描述咗公義與憐憫嘅關係。慈愛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同平安彼此相親。呢度嘅畫面係美麗嘅，公義與憐憫唔係敵人，而係夥伴。佢哋攜手合作，創造出和平與整全嘅結果。耶穌講述咗一個關於公義與憐憫嘅故事。一位欠下巨債嘅僕人被主人寬恕，但佢卻拒絕饒恕另一位欠佢小錢嘅朋友。最終，主人收回咗佢嘅恩典，懲罰咗佢嘅行為。呢個比喻提醒我哋，接受憐憫嘅人亦都應當施予憐憫，同時表明公義仍然需要被維護。呢啲經文幫助我哋理解，公義與憐憫唔單止係上帝嘅屬性，亦都係我哋應該效法嘅生活方式。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公義與憐憫衝突嘅情況。以下係一啲常見嘅場景，以及聖經點樣引導我哋面對呢啲挑戰。當涉及到犯罪與懲罰時，社會需要決定係咪應該嚴厲執行法律，定係應該俾犯錯者改過自新嘅機會。如果只強調公義，可能會導致冷酷無情，但係如果只注重憐憫，又可能助長犯罪行為。喺約翰福音8章1到11節嘅經文中，宗教領袖帶咗一位行淫嘅婦人到耶穌面前，要求按照律法用石頭打死佢。耶穌冇否認律法嘅要求，但佢首先質疑控告者嘅動機，然後對婦人話：我亦都唔定你嘅罪，去吧，從此唔好再犯罪啦。耶穌既維護咗公義，又展現咗憐憫。僱主同員工之間亦可能面臨類似嘅困境。例如，當一名員工表現不佳嘅時候，應該立即解僱佢，定係應該提供額外嘅培訓同支持？公司點樣處理不道德嘅行為，而不失去信任？以弗所書6章9節勸勉僱主要公平對待僱員，因為佢哋自己亦都有天上嘅主人。呢一段經文提醒我哋喺追求公義嘅同時，亦都要帶住同理心同公正。家庭、友誼或婚姻中嘅衝突，亦經常需要我哋喺公義與憐憫之間揾到平衡。追究某人嘅錯誤行為可能顯得苛刻，但如果完全忽略問題，可能會導致怨恨同未解決嘅傷痛。歌羅西書3章13節教導我哋，倘若呢人同嗰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點樣饒恕咗你哋，你哋亦都要點樣饒恕人。饒恕並唔意味住忽視問題，而係為修復關係創造空間。要喺現實生活中平衡公義與憐憫，我哋需要智慧、分辨力同埋謙卑。以下係幾項實踐建議：一、尋求上帝嘅引導。箴言3章5到6節話俾我哋知，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嘅聰明。喺你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認定佢，佢必指引你嘅路。當我哋面臨困難嘅決定時，應該祈禱求智慧，尋求上帝嘅啟示。二、了解背景。
每種情況都係獨特嘅。喺做出判斷之前，考慮意圖、環境同過去嘅行為模式，有助於我哋更好咁決定應該側重公義定係憐憫。3. 設立界限並帶住恩典。雖然憐憫意味住施予恩典，但佢並唔等於容忍虐待或助長破壞性行為。建立健康嘅界限可以保護雙方嘅利益。4. 實踐恢復性正義，只要可能，專注於修復關係同埋促進成長，而唔係單純咁懲罰錯誤。呢種方式符合馬太福音5.9分嘅教導，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因為佢哋必稱為神嘅兒子。5. 謙卑自己，認識到自己亦需要憐憫，並將其延伸俾他人。正如雅各書2章13節所講，憐憫原係向審判誇勝。歷史中有好多感人嘅例子，展示咗人們如何喺公義同憐憫之間取得平衡。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後，納爾遜曼德拉推動咗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允許暴力事件嘅加害者公開承認自己嘅罪行並申請特赦。呢種方法促進咗醫治而非報復，體現咗以賽亞書57.19分嘅精神。平安歸於遠處嘅人，亦歸於近處嘅人。呢個係耶和華講嘅。教皇方濟各一直強調對囚犯嘅憐憫，提倡人性化嘅待遇同埋改造計劃。佢承認問責嘅重要性，但亦強調第二次機會嘅必要性。講到一個社會點樣對待最弱勢嘅成員，就反映咗佢嘅品格。湯姆叔叔嘅小屋嘅作者哈里特比切斯托通過文學揭露咗奴隸制嘅恐怖，同時呼籲讀者嘅道德覺醒。佢嘅作品喺譴責不公嘅同時，亦鼓勵人們採取憐憫嘅行動，影響咗全球嘅廢奴運動。平衡公義與憐憫固然困難，但呢一個係活出基督般生命嘅重要部分。俾我哋再次記住彌迦書6章8節嘅話：世人 B， 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何為善，佢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嘅心，同你嘅神同行。願我哋努力實踐公義與憐憫，相信咁樣做便能反映出我哋慈悲創造主嘅本質。阿哋。